我就介意大牌，足古水的主持人。我嘛介意你哦。哎，这幕的看起来真轻松，但是其实其实真恐怖。很恐怖。今仔日要来介绍，嘿，植物的一把。爱食吧。啊，你莫甲懵啦哦！拄开始呢，我就会担心，我袂晓讲台语，讲的无好，搁爱主持，来大派，这台语安怎讲？干妈咪，啊，你后壁叫背后叫啥物你知无？背后好，嘿，鬼头刀啦！好难哦。OK，所以我甲人一下，就变甲足趣味啊！拄到这，就咱先听因讲这片土地的故事，足有温度的。为何能品质世界第一？交通呢是全台湾一个足特殊的所在。这个阿公嘛，甲做因兜的铁桶啊。哎呦，水哦！用台语来熟悉台湾，是更较直接。来知影，往来头就这项物件，阮遐的人拢是叫做往来啊。迄落时拄一定伫顶边，所以就有顶边数。哇！看这个节目，你会定伫咧台湾这片土地，你就会发筋哦，嘿！哦。